总统赖清德伫昨昏发表团结国家10讲内底第4讲，主题是国防。总统表示，中国的军事费用直直增加，是无得管是倒一个政党在执政的，而且伊阁讲，中国的威胁已经下到第3岛链。参加国际赛会活动得到热烈呼声。总统赖清德团结国家10讲到第4讲，主题伫国防。赖清德表示，中国军费开支为2000年开始一直欠悬，今年已经超过台票8兆，是20年前的7倍以上。中国的军事预算增加，没有在看台湾哪一个政党执政，每一年都在增加，特别是在2008到2016年。其中有几年，它的军事预算的增加是2位数。用中国航空母舰辽宁号甲苏东号移动轨迹来做证，赖清德指出，中国威胁唔但针对台湾，也继续压迫区域和平，已经跨过第3岛链，行政编列4700亿特别预算，希望强化国防，也顾好民生。每一个人花1万块钱，还是要拿1500亿来做国防韧性，另外再加200亿到1000亿嘛，来补助台电，让台电不要涨价。不过，对赖清德表示，在野党进行伫国会动删国防预算，总也是史上上悬。伊欢迎国民党团反对党批评，中央政府国防总预算编列有4760亿，也是史上上悬。民众党团是表示，相关动机提案，除了海军号因为海测还未完成，其他拢经全部改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